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9月1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代表日本民间团体慰安妇真相国民运动的干部藤井实彦，日前前往台南市党部递交订正书，甲注意食量界沟通，希望市党部会当刷走慰安妇的动向。但另外一方面，伊煞对着当上做出用脚踏这款无礼貌的行为，并且翕相留纪念。这款的行为，互国民党全体拢真愤怒。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高树波以及市党部的主委谢良介，兵分两路，分别伫咧台南以及台北两地连线来抗议。除了要求日本人藤井实彦归落来回息的以外，嘛要求蔡英文总统以及驻日大使谢长廷下出良心，为慰安妇阿嬷来讨公道。我们是说历史要呈现出来，那历史呈现出来就是说，不是仇恨日本人，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日本人，但是日本人有很多人认为，当时这个慰安妇的事件是不对的，那不对，这是历史，那我们是希望说历史还原，不要再有这个事情发生。日本民间团体慰安妇真相国民运动的干部藤井实彦日前代表16个日本团队前往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甲主委谢良介沟通，并递交订正书，希望会当刷走慰安妇的动向。伫咧会中，双方的真事拢真平和冷静，但无想到当天较早进前，日本人藤井实彦煞对慰安妇的动向做出用卡站这款无理粗鲁的行为，也互国民党顶顶下下全体拢非常愤怒。10号这天，由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高树波以及市党部主委谢良介兵分两路，做伙向着日本在台协会来抗议。要求藤井实彦爱跪落来道歉。你藤井实彦今天跑到我们台南市党部来亲门踏户，你安尼踹阮坐的慰安妇铜像一脚，你认为安尼无代志？你好像是来表达你的意见，错了。我们今天就要对你提出，你可能会涉及到相关的民刑事的责任，刑事你可能有毁损罪的问题。民事，你可能有毁损我们私人财产的问题。你用这边没代志，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把你留在台湾，让你可以来这边道歉。拜托一下，肉收，我从这边带来家，给他的慰安妇铜像磕头认罪。做人可以这么样子吗？只要是台湾人，只要是你爱台湾，拜托大家都站出来。我也请问一下黄伟哲，你的看法？台湾人用欺负到安尼？慰安妇阿嬷的历史是我们台湾人的痛，是全世界在乎人权的每一国人民的痛，是遭到30多国共同谴责的罪行。今天日本人不思反省，不思检讨，反而如此这般的践踏我们台湾慰安妇阿嬷，把我们台湾人踩在脚底下。为着要将藤井实彦留伫台湾，高树波以及国民党市党部也将做伙提出民事以及刑事的告诉，互这位做出粗鲁行为日本人负起应该负的责任。同时，高树波也呼吁总统蔡英文以及台湾的驻日代表谢长廷，要赶紧出面，请日本方面提出明确的态度，以维护台湾甲日本两国之间的友谊关系。咱新闻专中采访报道。每一届落大雨，拢引了真严重的北门区以及客家地区，当地议员欧丁才上午利用市政总质询的时间，再次向水利局来询问相关的治水政策，特别针对头港大排以及青山渔港堤防加悬的部分，
要求市府要赶紧来进行工程，确保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议员后顶在上午进行总质询，首先伊先来表示，家己7月份的时阵出了严重的车祸，真感谢各界的关心，并表示因为身体状况的问题，所以8月3水灾时阵无法度实地来进行勘灾，但伊的服务团队拢有出动来关心，不但家家户户发放食物，嘛去找出淹水的原因。在咧舞会当中，伊也再次向水利局要求，希望会当有大型并且定点的抽水机啊，安置伫咧客家的工业区，随时替防范淹水来做准备。19线，我一再伫机会争取，因为咧工业区遐拢会中水，尤其8月3迄阵，个灵山宝塔，法院咧灵山宝塔，迄带遐。中间拢到遮吼，迄个咱要过设备也袂过标识，伊过标识也袂晓，落要用消防队的救泥船咯，甲车水外口有法度啊。所以我希望讲这已经咧施工水利局遐已经吼有咧施工希望讲赶紧结束。这个部分用地就是头拄仔伊就讲的6300万想咧处理这个用地，伊要做一个完整的吼。6 CMS 的一秒会当抽6栋，搁一个1公顷的一架的这个自容池，这个经费1亿8千万，我嘛提报前瞻计划，等甲用地征收了，伊个工程这部分就随便来继续经费核定了，阮就来继续来进行。但是迄个完整的抽水站，参这个自容池时间拖较久，所以咱目前是进行先做一个抽水平台。这个抽水平台咱已经工程咧赶，原本是希望讲看，一个月看敢会当就开始抽，但是主要阁有一个中华电信这个管线的迁移这个问题我有交代阮的同事，赶紧叫中华电信赶紧甲刷走，阮会来接不通会当赶紧会当来抽就来抽。同时，议员嘛关心到沿海地区民众的淹水问题，特别是头港大排者以及青山渔港堤防、老旧破损，应该加权重新改建等等的问题。要求着水利局要赶紧来进行相关的工程，来保障着沿海地区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台南新闻网1号郭博义采访报道。议长罗美惠上午进行伊担任议员最后一届的市政总质询，针对着新营地区的青年新创基地发展以及在地农业要安怎运用科技转型成为智慧农业，以及甲相关的局处进行探讨。同时嘛，希望政府团队要团结做伙，帮助溪北地区的发展，共齐打拼出美好的未来。议长罗美惠关心着大新营地区的发展。首先，伊针对着民主艺术中心的改变，要打造成为会当吸引少年族群的青年创意基地。针对着相关的建设甲未来规划方向，向着经发局长尹世熙来询问，并了解目前的进度。接下来，罗美惠也关心着在地农业，要如何运用科技来提升着农产品的产量甲品质，达到发展智慧农业这个目标。有关这方面，伊向着农业局长李建宇来进行探讨。咱希望讲，咱是跨局处啦吼，农业局、文化局、经发局，包括咱有真济的局处，其实交通局，咱的公车，每一个钟头就会当拢入去，这嘛是拢有带动着咱真济农村发展欢迎迄个农村小旅游的部分。咱的地政局甲咱的农路，农民伊要耕作的农路，拢做好势，甲因的维护，这嘛是拢对咱即个因的生产环境真大的一个功劳甲帮忙。农业伫未来，包括至少有3个足重的方向爱来努力。第一个是在地食材部分，希望咱的国中小咱的学童营养午餐会当交咱在地食材做一结合。第二，就是讲到咱的食农教育。互咱这国中小的囡仔小朋友会当知影讲，咱农村所生产这物件，包括咱农林渔牧这4项的产业会当互咱的小朋友、咱的国中的朋友，伫细汉时阵会当甲教育，互伊知影。另外，佫一项足重要，就是讲咱的迄个农村旅游，因为伫新年度有可能咱这国中小这户外教学，有可能在安排，咱是毋当深入咱农村的社区来做一个旅游。
互咱的全国咱的乡亲朋友、咱这小朋友，最细就知影会当了解农村，日后伊才会对咱规个农业有更加进一步的帮助。因为议长赖美惠已经决定无要再参选后一届的市议员选举，所以上午的市政总质询，就是议长赖美惠最后一届伫咧议会的质询。伊除了感谢支持伊的民众，嘛感谢这几年来市府团队的配合甲拍拼。伫咧质询过后，嘛集合着市府各局处的官员，大家做伙合影留作纪念。台南新闻王子豪郭博弈采访报道。前一阵大雨过后，台南市的道路就出现了真侪坑，造成机车、汽车甚至是大吊车拢落落去坑内面。这款状况也造成市民朋友烦恼，伫咧路面上来通行拢袂当安心。议员刘维印就利用伊总质询的时间，甲市府相关单位来探讨，要安怎来确保台南民众行的安全。823号大雨不止造成大台南侪所在淹水，因为大雨所造成的道路破损，嘛严重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无论是机车或者是汽车，甚至是100公吨的大吊车，全部拢落入去坑内底。议员刘维印针对这个议题，甲市府甲木局探讨点啊甲铺设的角度，以及道路时间品质等等的问题，希望会当找出这寡道路上的坑伊形成的原因，以及要安怎来预防。为什么最近这个道路这么容易出现所谓的吃人洞还是吃车洞的情形？是因为过去我们的这个道路设计的这个标准不够严谨，还是说它中间在验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还是说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大雨冲刷导致它的这个地层有这个土壤有流失有松脱的现象，还是一个这个地层下陷的问题？干木局长表示，路面上大型的坑大部分拢是因为老旧的管线破损漏水，才会将路面的地基冲走所来造成。代理市长李梦燕嘛表示，会全面清查大台南的道路，并且由重要的路段开始执行。我们会先第一个同步请水利局针对老旧箱涵来加速更新，或者是去补强，那么减少这个破洞的发生。那第二个，请公务局就是容易发生崩塌的这些路段，用透地雷达去检视。那发现有孔洞的可能性的时候，再进一步确认。那确认完就先用低压灌浆等等的方式，先把那个孔洞先补起来，避免它扩大。市员刘维印也再次督促市府，这件代志一定要优先来执行，才会当互咱台南市的市民骑车伫路顶，袂搁再心惊惊。台南新闻王子豪郭博弈采访报道。由法税改革联盟顶10外民间组织所合办的 Young Power 法税改革点光台湾盛会环岛活动，8号来到台南的水皮稳公园，现场也来了侪民众，因大声来表达出民间呼吁税法改革的心声。会使看到水皮稳公园头前，侪民众聚集，这毋是选举的造势现场，是由法税改革联盟顶10几个民间团体共同举办的 Young Power 法税改革点亮台湾税改圣火环岛行动。8号下午来到台南，现场聚集了2000位的民众，表达民间呼吁税改的心声。我们要的是真的民主，真的法治，100%的民主，100%的法治。那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从最基层做起。那最基层呢，就是从任何的村里民、村里长开始。那我们也经过了努力的这7860个全国的村里长都做起来，所以这个运动跟以往的运动是不一样的，它是有真正的所谓的村里长的热情，真的要改。那如果大家也要解决所谓的自回跟贪渎的问题，还有司法不独立的问题，那加上税灾的问题，这个都要解决。这个其实我们只要能够人民站起来，真正解决就可以解决。我觉得年轻人会对未来恐惧，会对未来不是感到这么的有希望，那是一个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
我们今天会来参加法税改革活动，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税制上已经有出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年轻人虽然还不用缴税，但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出去的社会能够是一个税制公正、公平公开，不要再有黑箱的一个就业环境，一个税制的环境。这场活动嘛来了侪侪民意代表甲里长共同响应，嘛吸引了无分党派的市长参选人到场支持。除了民进党的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以外，其他5位的参选人嘛亲自到场响应这届的活动。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是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着要推广工会内底声援运动的风气，邮政工会拢非常积极来举办着各种球类的比赛。8号上午由台南分会所担任主办的倒球赛，嘛伫咧200多位选手的热情参与之下，盛大来登场。即马就带大家做伙来回顾精彩比赛。现场会使看到200位的选手拢在加紧练习，为了伫等一个比赛得到好的成绩。邮政工会为了鼓励成员多多运动，8号上午嘛伫东风路的倒球馆举办了今年上尾一场的比赛。比赛伫理事长的开球之下正式开始。中华邮政工会这一次今年度的桌球比赛啊，在我们台南市政府这边所提供的场所来举办。那由我们台南分会的理事长陈三立来承办这一次的桌球赛。那承蒙我们刚刚我们陈委员还有我们议员各位贵宾的莅临指导，我们倍感光彩。那我们中华邮政工会办这个球类锦标赛是在我们各国公营里面啊，只有我们中华邮政工会才有在办这个球类锦标赛，所以已经办了10几届了。所以在今年啊，在我们球类锦标赛是最后一次的，今年度最后一次的球类锦标赛。那还是再一次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提供这么好的场地，让我们能够来办这一次的桌球锦标赛。不管是双打也是单打，拢非常的精彩刺激，也有新众朋友参加比赛，充分展示了邮政工会成员热爱运动的一面。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即马伫咧东华大学担任艺术甲设计教授黄淑雅，伊的作品伫咧国内外得到侪奖项。即届伊转来到故乡台南，将伊3档外来作品做一届个人展，希望会当互每一位来的民众拢会当欣赏并体验到生命的美好。现场一包一包运用乌甲白所呈现的画作，拢是黄楚雅老师这3年来的作品。虽然担任教育工作多年，但是老师依然运用伊家己的经历，将汉字结合海报的设计，甲禅宗当中的生命观点、顿悟和空性，透过作品传达出来。汉字为我的基础，好，把汉字的部首加以拆解之后呢，当成我的创作元素，然后呢，再利用这个永字八法呢，把它归还成最单纯的一个元素的一个架构，然后再利用这个美学里面的堆叠，好，那做出那个层次出来，那希望能够去呈现人跟大自然之间的一个互动。会使看到每一包作品的大小甲色彩拢是相同的，
因为老师认为这是一种代表从一而终的表现，嘛代表一种生命的轮回。我之所以会采用同一个尺寸呢，就是把150公分乘以110公分的长度都在这个系列里面来呈现。主要是规整到人追求那个跟大自然的天人合一的一个理念做一个结合，所以从一而终，所以从出生到死亡，再从死亡到下一个轮回的部分，它都是一个回到本初的自我。那这个本初，我觉得就是回到那个单一的一，那一又可能是无限大，也可能是无，所以各个空无跟空性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那就呼应到我的创作里面，所以禅宗所要讲的顿悟里面的哲学，那也像是阴影里的光芒当中那个阴翳，就是阴影里面的质感，它是有层次、有纹理，然后有温度的。配合项目嘛举办了开幕茶会，生活美学馆的馆长嘛到场支持，现场嘛来了侪民众共同参与。这届的展览将展出到9月30号。对禅宗也是汉字艺术有兴趣的民众嘛，会使到生活美学馆的第3展览室欣赏这精彩的作品。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我的海狮行台湾青年参访刺桐城的交流活动，8月14号到18号，伫咧福建泉州来举行。有21位第一届参访大陆的台湾青年，甲5位媒体人士，会同着泉州的青年朋友互动了解，实地来了解到福建甲台湾两地历史。我的海狮行台湾青年参访刺桐城交流活动，是由福建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泉州广播电视台、泉州全台民间交流协会、台湾中华文化经贸国际交流协会承办。有21位第一届参访大陆的台湾青年，甲5位媒体人士参加。知道这边的村落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然后来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塞，就是有这边有自己的建筑风格，然后还蛮有自己文化的特色。其中两岸青年共同行过有海内第一桥美称的洛阳桥，伫桥头集体朗诵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的《洛阳桥》。多少个春天，东西塔对望究竟多少年？多少人走过了洛阳桥？多少船驶出了泉州湾？现在轮到我走上桥来。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说他写这个诗的感受是什么。可是我们去了解过他的文化背景之后，就知道说，为什么要写这个诗？那他的用意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不一样，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简单的看，这就是他写的诗这样。另外，永春县大屿村是海内外闻名的白鹤泉之乡。这个只有400多人的小山村，男女老幼拢会向白鹤泉，而且出了未少武术名家。台湾青年欣赏白鹤泉的表演之后，大家也来学拍白鹤泉。第5天的行程内面，台湾青年分别参访泉州府文庙、洛阳桥、青湾山、开元寺、天后宫、关甲庙顶名胜古迹，佮走访闽台园博物馆、永春县大屿村、余光中文学馆、中国香都、匹克体育，也佮部分台资的企业。台联新闻综合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乌阴顺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6度至29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10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9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